118800就可以帶走，一成首付就可以帶走佢啦。咁啊，如果話大家話我唔要寶馬，我要內飾相對豪華少少嘅，更慳有一啲嘅。嗱呢邊咧，帶你睇一隻純進口嘅，睇見我就飽啊好啦，唔使食飯啦，慳翻啲錢，慳翻啲錢過嚟買車啊，得嘛？見到我飽。嗱呢隻係咩啊？睇個屎忽先啦。呢隻車一定要睇屎忽先。呢隻 CLS 睇真啲先啦。雖然咧佢真係同佢大佬 CLS 好似樣喎，但係咧個尾燈咧更精緻一啲，跟住個屎忽咧可能雖然都好圓潤，但係咧比 CLS 係要細少少嘅。呢隻車10幾萬預算又可以帶走。你睇呢個溜背，純進口嘅一台奔馳 CLA 200，但係同佢大佬一樣有無邊框嘅車窗，仲有紅色嘅雲同縫線啊，平底嘅方向盤，係咪好有型呢？呢一個姿態先賣10幾萬咋老細？呢個內飾呢個外觀冇。你開出去唔係40萬嘅牌面咩？係咪先？我呢台車2022款22年上牌先行咗24000公里，純進口嘅 CLA 200。前臉呢，俯衝式嘅一個鯊魚嘴，非常之適合啲愛美嘅小姐姐，非常的洋氣。172800就可以帶走，172800。咁啊，想睇啲咩車型咧？可以點擊我哋右下角4色小風車，去留個言俾我，睇到我哋全場嘅車源表，144台現車。嗱，咁啊話呢兩台車啦，唔夠有型。唔夠有型。我哋夏天啊，要開一台咩車出去睇海？或者要跑車。夏天要開跑車，而且仲要買啲差價大、性價比大嘅一個跑車，係咪？嗱，而家帶你哋嚟睇，必須有推薦啦！呢台車鎮店之寶啱啱攞翻嚟㗎啦。見到嘛，離遠就非常之 sharp 啊！呢個顏色，帶你哋嚟睇下先啦，又靚仔，性價比又高。嗱，呢一隻，有人話而家落雨咧，呢台車會唔會漏水㗎？落雨會唔會漏水？嗱，你睇睇我啲指甲啦，咁長啦，我哋就刮佢啦，唔會漏水㗎，好嘛？呢隻咩車啊？保時捷啊，邊有咁容易漏水啊？係咪先？嗱，但係佢個棚關起咗喎，咁敞篷一定要打開佢，感受一下先叫敞篷㗎，係咪先？咁有冇人想睇啊？有嘅話嚟標個1字，5個1我哋攞鎖匙。佢話驚你嘅公仔係刮穿個棚。試下先。試下先，擒上去試下，有冇人想睇嚟標個1字，5個1字我哋入去攞鎖匙。冇人想睇。必須要打開佢先啦，係咪先？追住係咪原版原漆？我話我係原版原漆，你都唔信啦，係嘛？我咁嘅年紀原版原漆。飄1我哋開個敞篷。嚟飄1，1個1。我咁嘅年紀話我原版原漆，我冇面噶喎，大佬。阿2嚟走，我哋攞鎖匙啦。唔好離開直播間啦，223位老友記，唔好離開直播間，追住帶你哋去我哋蚊姐聊車最私密嘅地方，最值錢嘅地方嗱，好嘛？帶你哋去走，跟住我嘅步伐行，想唔發達都幾難啊！唔好離開直播間啦，左上嗰個關注未點嘅記得點點啊，點點關注，點點讚，幾手？你而家買車又好，乜嘢又好，你在乎幾手咩？車況靚就得㗎啦，你仲要睇幾手嘅咩？嚇？仲要睇幾手？你車況靚就 OK 啦。嗱，好嘅啦，帶你哋嚟，咦，都唔使指紋啊，今日直接可以開得到嘅喂。嚟，我哋攞條特別啲嘅鎖匙先。點解咁樣嘅喂？佢個門已經開咗，但係要驗咗指紋攞鎖匙。你好似007啦，而家。好似007，因為我着翻件緊身衣先可以攞。唔蒙我頭咩？睇下幾特別。3萬嘅老友記啦喎。3萬老友記走啦喎，咁我哋去睇呢台特別嘅保時捷啊，仲要雙晒轉㗎，平時雙金邊都唔夠，我哋仲要雙轉。走啦。雙金邊唔夠310嘅老友記。嚟走啦。走啦！左上角關注點點啊，310個老友記，唔好離開直播間啦。外面嘅老友記可以點點入嚟。377可唔可以上到500人今日？今日肯定可以上到500人啦，好唔好？我哋入去開個棚嚟啊，上到500人啦，大家都好中意睇呢一台保時捷718嘅喎。嗱，走啦吧！謝謝大家嘅關注。睇我對鞋刮穿個棚，刮唔穿咧，刮唔穿咧個問題係，刮得穿嘅話，我去保時捷投訴喎。真係刮唔穿。可能要賠翻幾多錢俾我？如果我刮得穿嘅話，保時捷要賠翻幾多錢俾我先得喎？誒，打開佢先，760個，嚟坐下先。邊會漏油啊？但係佢會頂親我個頭，所以我哋一定要先打開個棚先。太高啦，主播，你睇下頂住個頭啦。要打開個棚啊，咁咪誒要坐入去先得，坐入去先打得着佢啊。但係識唔識開車？要撳住個剎車先得噶咯。
唔得喎。冇翻車喎，唔會翻車㗎啦！我發誓我唔會再翻車㗎啦。OK。如果我開住呢台車搭你哋去海邊，你哋會唔會上車先？會嘅，飄個一字俾我睇睇得唔得？俾下面啦，飄個一字睇下啦，唔好話唔上我嘅車得唔得？保證10幾手，告你誹謗啦！保證10幾手，10幾手，因為我有魅力，好嘛？好過你都未發屎。你睇睇波爾多紅嘅內飾，呢個小姐姐呢，小姐姐一手車，係嘛？佢好識揀啊，揀咩呢？羅盤啦，揀咗我哋嘅一個頭枕盾徽啦，佢自拍可以有好多個角度自拍，知道吧？咁啊落車，我哋感受一下呢台車先啦。呢個棚嗱，好睇嘛？番茄炒蛋嘅配色，最 sharp 最濕性嘅一個顏色啊！咁啊，我哋咧有一個呢個有一個功能嘅喎，咩功能啊？即係咧，雖然你開住呢台車好型，咁樣點樣保證我哋落車都好有型咧？嗱，就係咁啦，我哋熄咗佢先，然之後落車。就好似咁啦。睇下會唔會翻車先？如果冇人喺度，點關呢個？係啊，冇人喺度，咁我哋行2步之後咧，佢個肚，拔下，拔下。你每次都撳唔到喎，真係。我撳到嘅，我撳到嘅。關啦。嗱，佢個肚拔得關前係咪好型先？你開嗰陣好型，你落車都可以好型。你只要一回個頭，跟住關好，跟住你就走得啦，好冇？好瀟灑咁樣。嗱，呢台車介紹下個報價俾你聽聽先啦。俾個選配單大家睇睇先啊！呢台選配單64萬幾啊，真係選配單咁落地啊，挨住8字頭啦。2020款2022年上牌，安全行駛18800公里。呢一台咁 sharp 嘅顏色嘅一台700 Boxster 軟頂敞篷，而家只需要428800，接近5折嘅價錢。咁啊，感興趣想要買台跑車，中意 red 啊嘅800幾位老友記點點小風車，看車2個字留低你嘅小 V 小信就可以攞到呢台車嘅車源表啦。好嘛嗱。外面嘅朋友快啲點入嚟啦！咁啊，好多廣東嘅朋友啦，想唔想睇啲0公里嘅日系車先？0公里。你個發屈老表成日叫你買嗰隻咧0公里嘅日系車嗱，想睇嘅飄個1，而家即刻帶你哋去睇我哋新收咗，唔係收啊，係攞咗翻嚟2台新嘅0公里嘅凱美瑞，帶你哋去睇睇先。二手價就可以買到嘅0公里凱美瑞，30可成交，30成交唔到啊，428800。嗰台保時捷700波士塔20款22年上牌，你叫我30萬賣俾你，大佬我就算掉咗佢落千燈湖浸都賣唔到呢個價，好嘛？走。二手價買嘅全新嘅0公里凱美瑞嚟呢邊。咩車咁？車靚人靚得必須靚啦，左上角關注嘅一點點啊！嗱呢一台凱美瑞。可唔可以睇嗰台度去揸 ？OK， 睇嗰台呢邊，走睇呢邊，加少少35。右下角小風車傾傾咯，不過應該都冇乜可能噶啦，4字頭啊，都係要4字頭嗰台車。嗱呢一台0公里嘅凱美瑞，點解我話佢0公里呢？見到嘛？你哋應該好熟悉啦，去開 4S 店見到嗰啲車咧，全部都係有呢個標識嘅，呢個咩工信部嘅標識，係新車先有嘅喎，0公里嘅新車，板車到店，嗰隻鈎都仲喺度嘅，見到嘛？呢隻車嗱，內飾睇睇，而家嘅凱美瑞咧，唔止有五大殺手鐧，有6大殺手鐧。呢隻車仲要帶台顯嘅，因為佢係配置比較高。睇到個屎忽，嗱呢隻係咩版本呢？2.5G 嘅豪華版本嚟嘅凱美瑞，嗱個發屈老表成日叫你買啦，而家可以執低佢啦。普通凱美瑞喎，佢有個特別嘅配置喎。邊度啊？係台顯啊嘛。係啊，啱先講咗啦，台顯嗱，台顯。台顯安排賣俾你啊！6大殺手鐧，而家係仲有個台顯。呢隻車嘅話呢，0公里二手車嘅價錢就可以買得到，但係價錢暫時仲未上1字頭嘅。咁啊，如果大家想了解一下呢一台凱美瑞，我有2台現車，左上角嘅關注點點，右下角4色小風車，看車2個字留低小 V 小信，我馬上將凱美瑞資料俾你2台。唔係。除咗呢個公信部，我知邊度仲可以體現到佢。喺邊度可以體現到佢新車？入邊啲膜啦，嗱膜咧，你哋開車一定會撕嘅。呢個係啦，呢個你睇個車標個膜仲未撕，留翻俾你哋啊！嗱，仲有包括呢啲啦，保護嘅一個套啦，留翻俾你哋。你如果開過嘅，你唔撕呢個，好難睇噶嘛，係咪先？
係啊，但係有啲人咧就係中意咁。邊個會唔撕嗰個膜啊？有冇人會唔撕方向盤嗰個膜㗎？有冇啊？冇㗎。嗱，有兩台現車，手快有手慢冇，二手車嘅價錢就可以買得到。想要攞到佢嘅一個報價，小風車揾我，因為佢暫時仲未上價錢。右下角聯繫後台，想睇海美水嘅看車兩個字，留下您的小一小線，即刻將呢兩台現車嘅資料發俾你哋。0公里啊，係0公里板車到店嘅新車，二手車嘅價錢可以帶走2.5G 嘅豪華版本，就帶台險嘅，好嘛？加1-2萬蚊預算。加1-2萬蚊預算係咪？咁啊有啲 A 級、B 級咧，啲身材都係滿足唔到各位，我要啲 C 級身材嘅係咪？咁啊即刻帶你哋去睇一台 C 級身材嘅靚嘢。真係抵玩，而家喂10幾萬可以開五係咯喎，仲要係20後嘅五係喎，一字頭開五。一字頭10幾萬就可以開到咯喎，呢一台係咪勁嘢先？你睇睇個大燈，仲要係獨有嘅20款獨有嘅一個匙羹大燈，手指大燈啊！2020款20年上牌，你唔好以為公里數好大，10幾萬嘅車，51000公里，一年行1萬公里咁大把。呢隻車睇埋個內飾先，黑內好特別嘅黑內，唔係嘅話好多都係中內啊紅內，呢隻係黑內，特別顯得佢非常之新淨，全液晶嘅儀表盤。呢隻車當時落地47萬。而家我哋賣幾多錢啊？198800就可以帶走，一成首付都可以做得到，20萬都唔使，198800全款分期置換一口價。點樣睇車？嚟左上角嘅關注點之後，右下角4色小風車，看車兩個字，留低小 V 小信，我可以將嗰台所有嘅車源發俾你，144台現車嘅資料發俾你睇睇。嚟，差點就是帥哥了，就是差個540，是不是？我現在就帶你去看啊，啱好有台540，他說他差點就是帥哥，就差這台540，對吧？尼哥仔，嗱，啱啱我介紹嘅車型，想要睇報價，想要睇優惠，想要了解分期方案，點小風車，看車兩個字，留低小 V 小信，攞。睇性能車攞台五係我睇。五係，呢台係五係，不過佢唔係一台普通嘅五係，新車賣70幾萬嘅五係，你見過未？新車都要賣70幾萬，以前啲五係頂籠咪賣50幾落地，呢台車要賣到70幾，點解啊？唔係好普通嘅雙 L 大燈咩？好普通嘅中網啫，頂籠就係一個專享版啦。點解賣到咁貴呢？嗱，我打開俾你睇睇點解咁貴呢？呢台應該唔使我懟入去啩？呢個唔夠手長啊！你呢台咩五係賣70幾啊？你話俾70幾萬嘅五係，打開個機蓋睇睇你就知道點解要賣咁貴啦，好冇？嚟，多謝關注，未點關注點關注啊！打開佢，呢個心座唔需要我講，點解70幾萬賣啦？係咪先？1 2 3 4 5 6 6缸嘅寶馬嘅凌雲3.0直列6缸嘅發動機，知道吧？寶馬7系都未用到呢個，730都未用到呢個，要740先上到呢個。740知唔知新車落地幾錢啊？120萬。我而家呢一台540上面都擁有佢3.0直列6缸，而且續佢比佢短，開起身更好開。呢隻車仲要係540獨有嘅單全石藍 M5 嘅輪毂，睇埋個內飾。重頭戲啊！540咧，你留意嘅話，你就知道好多都係中內嘅。我呢一隻等車等半年，選配咗隻黑內，而且有呢個方向盤嘅加熱功能喎，台顯、哈曼卡頓音響全部都齊。呢隻車新車70幾萬落地，而家賣幾錢？2022款22年上牌嘅540風尚，行咗45000公里，而家賣半價358800。358800。點樣攞資料？右下角小風車留個言俾我，看車兩個字，留下小 V 小信就可以找到我拿資料。呢台高啲嘅，我好中意佢呢個燈啊！你知唔知？呢個咩？呢個叫咩燈啊？有冇人知道啊？三眼皮大燈係乜嘢底盤嘅 S 級有嘅？咩底盤？有冇人知道？差點是帥哥，你那個540，你留言給我拿資料吧。右下角小風車，看車兩個字，留下小 V 小信，發資料給你。E 級嘅價格而家 E 級嘅價格，你會揀 S 定揀 E 啊？但係我買得 Benz，我肯定有咁高級別買咁高級別啦，係咪先？呢隻 W3條2經典底盤最好賣嘅嗰代，係嘛？仲要係專櫃版喎，專櫃版點啊？你睇下個方向盤，都係用呢啲實木方向盤喎。
摸上去手感一流超正，加少少就可以上到 S 級。呢隻係2019款嘅 S350L 嘅尊貴版，2019年上牌 3.0T 嘅版本。呢隻車行咗7萬公里，還能接受吧？1萬多公里一年，而家只需要幾多錢啊？新車呢隻車，過百萬落地，而家賣個463000。463000就可以帶走啦，利標一利啊，資產過億 S 級一線城市嘅老闆想要去傾生意嘅，必須整翻台啦，468000就可以帶走啦。小風車留言俾我，看車兩個字留下小 V 小心。E 級嘅價錢買 S 級 ，C 級嘅價錢買 E 級 ，A 級嘅價錢買 C 級，好嘛？460個老友記有啲咩車型想睇，可以飄喺公屏上面喎。想睇咩車？大膽飄喺公屏上就 OK 啦。而家嘅話，雷克薩斯非常之多，仲有寶馬、奧迪啊、奔馳啊，車型都好多，包括我哋嘅一個理想 L7 都有好幾台。嗱，想睇啲咩車型可以飄喺公屏上面啊，大膽咁飄啦！大膽飄！將你哋嘅手從褲囊掹出嚟得唔得？唔好成日塞喺褲囊入邊。S 同 E 嘅前臉保險槓有咩區別？新款嘅 E 級佢係有少少相似，舊款嘅話咧係完全唔同嘅。好嘛，新款嘅 E 級係同 S 級係有少少相似。530要睇咩價錢嘅？或者雷克薩斯睇唔睇？雷克薩斯先問啦。嚟，各位有冇想睇雷克薩斯嘅，或者中意雷克薩斯嘅凌志嘅喺直播間？有嘅話飄個1，帶你哋去睇睇。最近翻咗好多凌志翻嚟，有嘅話飄個1。中意雷克薩斯嘅飄個1啊！想睇或者係中意雷克薩斯嘅可以飄個1字，我帶你哋去睇睇先。有喎。有喎，GLC 260嘅話，歌前你可以小風車聯繫我，GLC 260 20出頭啦，20出頭，咁啊介紹台性價比高啲嘅俾你哋啦，好嘛？呢一隻外觀嘅顏色咧，亦都係最好賣嘅顏色，超音速大銀，3隻層次嘅一個顏色啊，遠睇係咩色啊？灰色，近睇咧係銀色，陽光照落嚟咧就有少少金色嘅感覺。呢隻車當時貴喎，36萬落嘅地。跟住咧，仲要等半年，而家唔需要啦。慳20萬幫你哋，20款20年上牌6萬公里，呢隻車168000。內飾係一個黑色嘅內飾，你睇質感好嘅車咧，佢就算開幾年佢都係咁新淨、咁靚仔，好似新車一樣嘅。呢個車嘅一個副駕駛應該唔超90斤嘅，長年唔超90斤，所以話咧揸得凌志係咪乜仔乜女都有得試先？個屎忽咧，我好中意，網上沒贏過，現實沒輸過。雷克薩斯的一個線條感的確很不錯，對不對？16萬幾你揾到台？168000，你要揾到一台同佢對標，同佢一樣咁慳油，然之後故障率這麼低，仲要係進口嘅車，你揾唔到。168000買到嘅牌面，你真係好難揾得到。你話168000去買台新啲嘅凱美瑞啊、雅閣啊，你夠我雷克薩斯牌面高咩？係咪先？嗱，如果話唔中意呢隻超音速太銀，我哋仲有寶藍色。寶藍色嘛？寶藍色呢隻嘅話，仲有雙拼嘅內飾178000。咁包括我哋仲有新款啲嘅24款，公里數幾千公里嘅都有。如果話想要了解雷克薩斯 ES 2838，點擊小風車，看車兩個字留下你嘅小 V 小先可以攞到我哋全場嘅車源表，好嘛？仲有啲咩車型想睇呢？好似啲咁啊，睇完 ES 嘅話，要唔要睇睇 SUV 呢？雷克薩斯嘅 SUV 要唔要睇呢？嗱，呢邊雷克薩斯嘅 SUV 啊，直播間出邊嘅老友記點擊入嚟睇睇，可以將如果你哋唔知自己適合啲咩車，可以將你嘅要求啦，將你嘅預算啦，飄喺公屏上面，我嚟介紹車型俾你哋睇睇，好冇？嗱，呢一隻 SUV 雷克薩斯嘅 SUV， 以前嘅 RX300。係唔帶油電混合嘅，你要買油電混合，你要上到90萬嘅 RX450，冇錯。而家新款已經可以係30幾萬就可以買到呢一隻 RX350油電混合，咁大台車，大型嘅 SUV 只需要5個油啊，5個油。即係新款仲要30幾萬？係呢隻30零萬就可以帶走。以前你買油電混合嘅 RX 要去到90萬嘅450，我而家30零萬就可以買得到呢一隻 RX350H。好，帶你哋去睇睇。嚟呢邊，你睇睇個尾
新款嘅尾嗱前臉咧，你哋話一言難盡，個尾好睇吧？同保時捷一樣喎，將佢嘅車標取消咗，將佢嗰個 Lexus 做咗出嚟，睇得到摸得到。仲有呢個 H。仲有呢個 R350H 油電混合咁大台車，5個油。想都不敢想，是不是？仲有終身免費保養，帶埋個電動踏板，內飾嘅話係改咗款嘅，用咗大屏幕嘅內飾啊！咁呢隻車而家只需要幾錢啊？368000。368000，性價比真係好高。你開呢隻車，你的老丈人肯定很看得起你，知道嗎？揸得凌志，人生如意，仲可以做一成首付。點樣攞到 R 叉嘅一個詳細資料？左上角嘅關注點點之後，右下角4色小風車，看車兩個字留低小微小信。冇錯，呢台係4驅嘅，4驅嘅一個叫咩名啊？純享版，4驅純享版。預算啊，主播。你以前嘅話。你以前買台 R 叉300 4驅嘅都唔止呢個價啦，你而家可以直接上 R 叉350油電混合嘅4驅，超預算啦！要一台6、7座的啊，6、7座的話買 L8 吧，或者 L9啊，L9啊山雞，有台 L9 288000 OK 嘅。嚟超預算嘅，即係 R 叉30萬有啲超預算啦。我屋企咧都係即係比較踏實為主，諗住攞10零萬出嚟買台 SUV， 大家坐得舒服啲嘅係咪？又要品牌嘅，咁啊介紹呢台啦，小 GLS， 睇呢個大標係咪好似啊？好似 GLS 呢個前臉，因為呢台係新款嘅。你攞 GLS 同我講10幾萬？10幾萬的確係，但係你可以開出 GLS 嘅感覺。呢個前臉似個大佬 GLS， 但係個屎忽咧又係唔同嘅感覺喎。嗱，睇睇個 pat 啦。呢個 pat 似奔馳經典款 ML， 你諗10幾年前開 ML 嘅係咩人啊？全部都大老闆嚟嘅，係咪？你而家開出大老闆嘅感覺，是不是 ？GLB 嘅200，你冇諗住10幾萬嘅奔馳咧，佢俾你嘅配置就好低，要你健身咁樣啊！佢有電尾門噶，跟住咧電子座椅調節亦都有，後排嘅空間亦都好闊落。係啊。呢個空間同X5標軸版係差唔多嘅，比 GLC 仲要闊落，比 GLC 要闊落。呢隻車2024款24年上牌，安全行駛16000公里，而家只需要178,000，178,000嘅價格就可以帶走。如果話即係純粹攞嚟家用或者係接下小朋友嘅買下餸，想要慳油啲，仲要有牌面嘅，必須衝。過年啊，嗱，準備中秋啊，準備中秋節係咪先？要翻鄉下過節啊！開台呢啲翻去，又襟砌，又慳油，又坐得多人。點樣攞出嚟表？最低嘅預算買到最高嘅 B 格178000，但係點樣？笑你咧？右下角4色小風車，看車兩個字留下小微小心。講真喺網絡上面啊，人均法拉利，但是你線下的話開一台 GLB。已經很厲害啦，知道吧？以前嘅 GLB 幾多錢啊？以前嘅 GLB 30幾萬啊，老細30幾萬啊 ，BB 係咪先？追住休息幾日，追住冇得休息啊，追住邊度休息啊？我哋地久不爆炸，我們不放假的，好嗎？嗱，呢台 GLB 178000，感興趣嘅留言俾我啦。準備中秋節啦，咁啊買台 GLB 翻鄉下，又有 B 格，又有空間，又好開，又慳油，好嗎？留言啦，後台，追住休息幾日冇得休息啊，追住冇得休息啊！嗰台衫係咧，不要哦，你要7座嘅咪6、7座車咧，建議你可以買台。如果你話真係坐足咁多人咧，你就買台 MPV 啦。山雞你預算幾多啊？山雞你嘅預算多少啊？嗱，有冇啲？而家啦10零萬預算，唔知揀咩車咧，又要操控，又要想買 BBA， 仲要2.0，仲要我唔要入門嘅一係10幾萬嘅預算。魯迅說啊 ，BBA 不知道買什麼，我們就必須買3系。那3系咧衝個325啦，是不是啊？耀夜嘅中網，耀夜嘅輪毂，但係呢隻車而家先賣10幾萬啫喎，3系，仲要係坦克嘅外觀，火山紅嘅內飾。2.0T 柴虎8AT 的變速箱，184匹後驅，2021款21年上牌，6萬公里嘅車，176,800。睇睇呢個內飾，這個內飾不錯吧？知道你腳長，仲要俾埋個腳托俾你，176,800你就可以買到一台325嘅頂配。
21款嘅仲要，公里數嘅話唔大，6萬公里，176800。三系嘅話現車非常之多，例如各位10零萬嘅預算，點點右下角小風車，看車兩個字留低你嘅小微小信，攞到我哋全場嘅車源表去對比。50個嘅預算，50個嘅預算買6、7座嘅話，買台 GL， 買台咩好呢？6、7座啊？其實我建議你即係買台 L9得㗎啦，買台 L9啦，慳翻啲錢啊 ！L9 呢隻2022款23年上牌嘅，3萬幾公里，288000，一個6座嘅車型，2+2+2嘅一個佈局，咁啊佢嘅空間比較大。沙發、冰箱、大彩電全部都是有的，288000。咁如果你話50萬嘅預算，唔要電，呢台唔係電嘅，佢係有電混合㗎，它是有電混合的。想要揾純油嘅話，50萬嘅預算你可以買台騰勢啊，騰勢都可以。騰勢要不要？買台 MPV 啊！如果你真係要坐足咁多人嘅話，我覺得你買台 MPV 會比較好啲。騰勢都係有電。騰勢 DMI 嘅。插電式油電混合嘅，得唔得？不要電的，不是電，不過佢上綠牌，但係佢上綠牌嘅呢台得唔得？咁如果你話真係要坐6、7個人，絕對係買 MPV 係坐得最舒服嘅山雞。2024款24年上牌，4200公里，4驅嘅一個旗艦版呢隻車300800，30萬08，睇睇個內飾咧，帶你看看內飾。操控唔好啊！你要 SUV 啊？咁啊，考慮一下 Q7 咯，Q7 啊，X7 啊，仲有 GLS 嗰啲咯。但係50萬嘅預算，你可能要買個款可能舊少少嘅，即係可能買隻20款、21款嘅 X7，差唔多。啊，你可以小風車留言俾我山雞，右下角4色小風車，看車兩個字，你留低小 V 小信山雞，我發資料俾你睇。睇下三系嘅寶馬。阿偉哥，你預算幾多啊？三系嘅寶馬非常之多喎，我有20萬嘅新款，我有10幾萬嘅21款嘅頂配，你嘅預算幾多？可以帶你睇睇50萬嘅首付，50萬嘅首付咁你咪買 Alpha、Alpha 嗰啲咯，係咪先？50萬嘅，唔係喎，50萬，咁咪買 GLS 咯，新款嘅，一係買X7新款嘅都得。你50萬可以買台 Q7 啦，買台 Q7 都得。三系嘅寶馬，阿偉哥，你預算多少啊？3系嘅寶馬，紅色你喜不喜歡？呢隻紅色曾經有人話要好耐先賣得出去，我想問下有冇人中意嘅？個個都話好襟賣，我想問下有冇人中意呢隻顏色嘅？有嘅，飄過1。嗱，法拉利紅，同款嘅法拉利紅。法拉利又係紅色，你開嘅衫咪又係紅色，約等於你開嘅就係法拉利，知道吧？嗱，呢隻仲要係新款嘅，你睇睇新款嘅一個中網嚟嘅，2023款23年上牌，16000公里呢隻車，209800，呢隻係新款嚟㗎，新款嘅一體式連屏，先賣209800，性價比好高。或者如果你話預算低啲，仲有10幾萬嘅寶馬325，20款啊，21款得唔得？買隻21款嘅，買隻21款嘅，21款21年上牌呢隻車，176,800，炭黑嘅外觀，火山紅嘅內飾，仲要係耀夜版本。20款嘅話呢，比佢平少少，20款應該16萬左右就 OK 啦。如果你話想睇三系，你可以留個言俾我先。你小風車留個言俾我啊，阿黎偉哥哥，點擊小風車，看車兩個字留低小 V 小信，我將三系嘅資料發俾你，或者三系嘅預算10零萬嘅，我帶你睇隻5系都得。嗱，5系呢邊25款嘅330暫時未有車，暫時未有車。25款嘅330可以幫你揾10幾萬，或者買隻5系啦，帶你睇下嗰隻5系5系，必須衝5系啊，10幾萬。5系這邊沒點關注，點關注啊！還有什麼車型想要看？X5嘅話要2.0定3.0噶？卡2.0還是3.0的？後台有幾筍？唔使錢，4字頭，4字頭嘅。睇下先。而家我都唔知喺邊度睇嗰啲車嘅，又話用大風車，又話用茶博士，都唔知用邊度。睇下先嗱，10幾萬嘅預算呢，
都唔一定要睇3系，可以直接上5系啊！呢只係525 LIM 運動套裝，2020款嘅，冇呃你㗎嗱，睇隻燈就知啊。匙羹大燈、手指大燈，2020款20年上牌，安全行駛一個51000公里，51000公里1年行1萬公里，而家賣1折頭198800，525啊，新車47萬落嘅地，而且個內飾比較特別，呢隻內飾係黑色嘅內飾，你開咁多年，開5年車佢都係新嘅一樣，黑色的，呢台得唔得？10幾萬嘅預算，2.0嘅X5有。你要新款定舊款？預算大概幾多？志在千里。呢隻唔係嘅話呢，性價比非常之高。當時47萬落嘅地，仲要係加長版。你攞嚟家用嘅話，絕對比啲3系要好開啲，即係家用嘅空間會大好多。525 LIM 運動套裝198800，你開出去牌面都大啲啦，係咪先？嗱，想要了解車型嘅話呢，點擊我哋小風車。小風車點看車2個字，留低小微小信。後台嘅話有好多，寶馬我哋非常之多現車。X5新款。寶馬非常多的現車，24台寶馬，你想看什麼的？小風車聯繫我。3系啊，包括5系啦、1系啦，呢隻1系都係2.0嘅喎。2.0 3系嘅新款發動機 B48嘅發動機，118800，仲要有運動統二。仲要有 M Power 同款嘅運動統二，你可以睇到丁字褲嘅方向盤，一鍵啟動電子手剎，22款22年上牌嘅32000公里。呢隻車嘅話咧，性價比亦都好高。咁啊，睇你嘅預算去到邊度，可以留言俾我。右下角4色小風車，看車2個字留下小微小信，我把後台140台現車的資料給你們發過去，你們根據你的預算去選擇適合自己的車就 OK 啦。小風車，小風車聯繫我，小風車看車2個字，看車2個字發過來就可以了，好吧？幾多年嘅車邊一台？有冇準新嘅525？準新嘅525，你要新款嗰隻嗎？新款外觀嗰隻嗎？準新公里數低。你要準新公里數啊？定係話嗱呢啲啦？呢啲性價比高啲。如果你要買新款嘅話，我建議你買我哋有一隻530嘅大滿配，530嘅大滿配，那一台是賣個358800。嗱呢一台啦，525。私信係邊個俾報價單？我哋銷售俾報價單。你私信我嘅話，我哋後台嘅小姐姐會馬上回覆你。咁啊，右下角有個小風車，直接去點個小風車之後，看車2個字，留低你嘅小微小信，就會有人報價俾你噶啦，好唔好？有冇 mini 暫時未有，可以幫你揾。今日冇唔代表聽日冇。嗱呢一隻525。2022款23年上牌33000公里，其實個年份係幾準新嘅，23年嘅12月份準24年嘅車，1年嘅車，1年嘅車行咗一個幾多公里啊？呢隻33000公里，266,800，266800。內飾看看，530尊享必須有啊！你要新款還是舊款？風起雲湧，你的預算是多少？你告訴我一下，預算幾多？530尊享非常之多，5系嘅話，我哋後台有12台現車。想要睇乜嘢5系？準新嘅又有，以前上一代嘅又有。點小風車，看車2個字，留下小微小信，攞5系嘅資料，好嘛？其實30幾萬睇埋部540嘅話，嗱530啊尊享，人哋要睇530尊享。Okay. 準新嘅525嘅話，蘿蔔你留言俾我啊，我發資料俾你睇。蘿蔔。等我覆我個後台先，我仲喺度吹水，唔覆我個後台，討厭。等我覆下佢先，又冇人咩喎？我覆啊，哦，嗱呢台530嘅尊享，2020款2020年上牌72000公里，呢一台咧係20年獨有嘅。手指大燈、匙羹大燈啊！2020年上牌72000公里，249,800，配置係比較齊全嘅，台顯啦、黑文卡頓音響啦、後排嘅 iPad 操控、真皮座椅，全部都係有嘅。私信回啦，你回覆我一下吧，我已經回了你啦，你留下你的小微小信吧，好吧？530尊享啦，這一台就是530的尊享，20款的，20年上牌，黑文卡頓音響、台顯，後排的 iPad 操控，真皮座椅全部都有。價格的話，賣一個24.98000，這台車當年52、23萬落的地，現在賣個24.98000，
然後外觀的話是一個比較經典的少子大燈、炭黑的外觀、火山紅的內飾。怎麼拿到車源表？530車源非常多，小風車，點點。看車2個字，留下您的小微小信，就可以拿到我們全場的車源表。後台聯繫了我的啊，記得小風車找我啊，留下你的，就是後台聯繫了我，記得留下你的小微小信，不然呢我發不了這個車源表給你們看啊。還有什麼車型想要看呢？隔離呢一台525呢一台咧係2022款嘅525，比較新淨啲。22款嘅話，22年22年買一台525 47萬47萬，現在的話只需要26萬6800 26萬6800呢一台525，內飾係中式嘅內飾。咁我哋後面咧仲有各種530啊、525啊，非常之新啊！你睇個膜都仲未撕嘅。530、525、540都有，35萬8。如果你話想買台22款、23款準新啲嘅530咧，都要去到31、2。咁你可以上少少預算買隻540都冇問題，好嘛？咁啊，點樣攞到唔係嘅資料呢？左上角嘅關注嘅一點點之後，右下角4色小風車，看車2個字，留下您的小微小信，攞到我哋全場嘅車源表去對比價錢，好嘛？仲有啲咩車型想睇呢？可以大膽飄喺公屏上諗講咩先？講翻啲平啲㗎啦，再講講嗰台一系啦，講咗啦，再講講一系啦。華為真界沒有車，不敢收啊，不敢賣啊，這種車，不敢賣啊，這個車，不敢賣啊，真界800是不是？不敢賣啊，老鐵，540都上了油，都唔使咬啊，都好平㗎咋。740咁，740比唔到你540嘅操控感㗎。你740嘅話，軸距大好多，重好多，你冇開起身冇540咁好開㗎嘛，係咪先？740都可以㗎，740 30幾萬有啦。S 級嘅專貴版啊，19款 W 3條2嗰代40幾萬就有啦，好抵玩。嗱，或者10萬蚊預算嘅老友記，有冇10萬蚊預算嘅？飄個1字先，介紹一台10萬蚊預算就可以帶走，仲有2.0嘅寶馬。2.0T 還是用的新款的 B48 發動機，新款嘅 B48 發動機，耀夜嘅觸網，耀夜嘅輪毂，2022款22年上牌，32000公里嘅呢一台一系，118800嘅價錢就可以帶走啦，118800一成首付即係幾錢啊？一台 iPhone 16 Pro Max 嘅價錢你就可以帶走呢一台2.0嘅寶馬，仲要係統一。M Power 同款嘅運動筒椅，仲有腳托俾埋你，知道你條女腳長啦。咁啊，再睇埋個屎忽先。呢台車仲有原廠嘅雙出排氣俾埋你嘅，原廠嘅。咁呢一台車開出去要姿態有姿態，要品牌有品牌，操控亦都有。先賣個118800，118800啊，老鐵！一成首付只需要一台 iPhone 16 Pro Max 1TB 嘅價錢就可以開走啦。咁啊10幾萬嘅預算呢，你話唔要寶馬，我哋仲有 Benz。嗱，後面呢台10零萬開 Benz，呢個前臉有啲似咩啊 ？CLS， 真係有啲似 CLS。睇起身嘅話咧，開出去起碼30-40萬嘅牌面啊！呢隻車2022款23年上牌，34000公里，而家只需要143800，適合各位小姐姐啦。小姐姐話出嚟做嘢啦，想買翻台車，即係或者揾得到錢，或者屋企贊助買翻台代步車，又要慳油嘅，要內飾豪華嘅呢一台車，先行咗34000公里，143,800，仲可以做一成首付。內飾嘅話可以睇睇。一體式嘅連屏炮筒式嘅出風口，非常之新淨嘅一個內飾啊！而家只需要143800咋，白外黑內經典搭配，143800可以做1成嘅一個首付。你話想落班代步接下小朋友啊，1.3T 嘅排量又慳油，又有牌面，大標一掛，死掛死花，哇！呢台車起碼值個標都值個10萬蚊啦，係咪先？個內飾都值10萬啦。標值10萬，內飾值10萬，但係佢實際只需要143800就可以開走啦，一成嘅首付就萬零蚊，好冇？嗱，點樣攞到車源表？10萬蚊左右嘅預算咧，喺我哋後台仲可以睇到好多車。點關注之後，小風車留言俾我，看車2個字留低你嘅小微小信。
咁咧我就會將我後台140台現車嘅資料發俾你哋。嗱，後台有140台現車。我啲車型表實時更新喎。仲有啲咩車型想睇咧？可以飄喺公屏上，或者節省你哋寶貴嘅時間，直接攞個車型表睇就得啦。有冇 SUV 嘅皇冠冇？如果你買皇冠嘅 SUV， 你不如直接上一台 RX300，都係賣20零萬，係咪先？我睇下佢喺咪度先，或者我帶你去睇睇，我哋有台20零萬嘅 GLE， 平啊，平到你唔信啊！我今天的假睫毛老是扎着我的眼睛，好難受，真的要掹咗佢落嚟先得。裡面這個全是新車嗎？我們是二手車啊，哥，我們是二手車。這個價格能買新車的話，估計 4S 店要倒閉了，老鐵。帶你去看一下，但係嗰台皇冠 SUV 冇啊。看着像新的一樣，因為我們車況有保證啦，老鐵。20幾萬嘅 GLE 睇唔睇？20來萬嘅 GLE， 20零萬嘅，仲要上 GLE 450，450啊，17款17年上牌，你諗諗當年17年攞108萬出嚟買一台 GLE 450嘅人係咩人呢？所以佢屋企肯定唔止一台車，所以佢嘅公里數非常之低。佢嘅公里數先幾多公里啊？48,000公里，你計17年到而家幾多年？8年車行咗48,000公里，一年行幾千公里嘅車，內飾可以睇睇新淨。呢個內飾嘅話呢，怎麼說？非常的港風老前鋒，我覺得很有港風老前鋒的味道。米內咁啊帶踏板，呢隻係 GLE 嘅450，咁佢有底星啊、空氣懸掛、白林之星呢啲全部都係有噶啦。以前啲車好中意整一個咁樣嘅嘢喺度，可以俾你可以喺度坐。你咁樣挨住。可以俾你喺度坐。看看 GLC 吧，GLC 的價格可以買這台。GLE 嘅450。看看幾年車，17年啊，17款17年上牌，行咗48,000公里，保實標，而且已經係有 AMG 嘅5星輪毂噶啦。而家30萬都唔使，29萬8。呢台車當年108萬落地，而家賣29萬8千。8年嘅車只開咗48,000公里，咁你話抵唔抵玩啊？29萬8就可以開走啦，開出108萬嘅牌面。隻部車老咗啲？唔老啊！咁都老咗啲咩？17年嘅車你話老，07年嘅妹妹你又唔話老，係咪先？平喎，108萬減29萬8等於幾多啊？你計呢一個一年幫你慳幾萬蚊喎，一年幫你慳咗唔止幾萬蚊啊！你計108減29萬8，咁咪80咯。80萬，咁8年一年幫你慳10萬蚊。係喎。你開出嚟依然係 GLE 450，哪裡老啦，大哥？嗱，想要了解一下呢台車，睇佢詳細嘅車況，你可以右下角小風車。看車兩個字留低小微小信，了解一下呢台 GLE 啊！呢台 GLE 真係抵玩嘅，20萬零8千，20萬零8。看 GLC 的話，有一台這個 GLC， 這台 GLC 不是普通的喎，呢台係 AMG 啊 ，AMG 唔明點解嗰啲SUV 啊，奔馳嘅 SUV 嘅一個 AMG 會賣得咁平嘅？呢隻車新車80萬，因為佢係一個3.0 V6嘅發動機。真正嘅 AMG 內飾嘅話，睇睇有紅色嘅安全帶，包括我哋 AMG 嘅平底方向盤。呢隻 GLC 先賣30萬零8，你開上3.0 V6，空間同 GLC 係一樣嘅。你就算當佢係一台普通嘅 GLC 開，你都好抵玩呢隻車。30萬零8千，30萬零8千，多少公里？這台車公里數很少，你放心。這台車的公里數只走了一個5萬8千公里，22年上牌5萬8千公里，30萬零8幫你慳咗50萬，50萬啦，幫你慳咗50萬，3年車幫你慳50萬，係咪抵玩先？5萬8千公里，1萬公里幫你慳10萬蚊，抵玩啦！30萬零8，一成首付仲可以做3萬蚊就可以帶走。嚟，想要看 GLC 的，右下角試車小風車，看車兩個字，留下小微小信，攞到資料。其實你
你要買一台新款少少嘅 GLC 啊，都要20頂啦 ，GLC 300，佢俾佢加少少就可以直接上 GLC 嘅 AMG 43，整個牌面不一樣，開起來的操控也不一樣，連那個發動機都給多2個缸給你，是不是？你其他東西什麼的可以貼，可以幹嘛？那個發動機你不能改了吧？是不是？那小風車聯繫我吧，如果說對 GLC 感興趣的，或者 GLE 感興趣的。左上角關注點點之後，右下角4色小風車，看車2個字，留下您的小語小信，攞到我哋全場嘅車源表，留意一下。車源表裏邊有140台現車，140台現車，仲有啲咩車型想睇呢？直接小風車揾我就 OK 啦。小風車留言啦，好嘛？咁啊，仲有啲咩車型想睇呢？幫我踢咗嗰個食駱駝出去，幫我踢咗佢出去，拉下佢。把它踢出去，會唔會踢啊？我幫你踢嚟嘅。而家幾多錢？嗰台 GLC 43賣而家賣30.08萬啊，30.08萬。咁講完 GLC 啦，講埋台 X3啊。呢台 X3嘅話係2022款嘅25i，25i 這台我看一下多少錢啊？呢台新收翻嚟未標價。我睇睇幾多錢先，佢後台有㗎啦，我記得。X3 23款 X-Drive 25i 混動套裝，23年12月份上牌，準24年嘅車，14000公里，253,800，白外紅內嘅，白外紅內啊，經典搭配啊，呢一台 X3，經典嘅配色，經典嘅造型 ，X3 25i。買個25,380，25,380。來，各位還有什麼車型想要看？點點關注先。左上角的關注點點，然後右下角4色小風車。看車2個字，留下小語小信，拿到我們全場的車源表。如果大家沒什麼車想看，我們就下播吧。下播了，各位，拜拜，等一下見。